焖面是泰雅族传统的腌肉，利用小米加上盐巴，让猪肉发酵5至10天。发酵后的猪肉气味特别，深受族人喜爱。在过去冰箱尚未发明前，这种腌肉就已经出现在泰雅族的部落中了，流传至今，历史相当悠久呢。然而，未经加热的猪肉对人体不会有健康上的疑虑吗？加上这么多的盐，身体的负担会有影响吗？等面只有一种腌制的方式吗？买沙漠是泰鲁格族狩猎文化中的习俗，猎人用这种方法处理猎物。他们把瘦肉放在烟熏架上，利用火热慢慢熏干肉，这样做可以让肉变得轻巧，容易携带，也能长时间保存食用。然而，该如何选择优良青菜制作买沙漠呢？首先进行的是水合性实验，水合性的高低会影响微生物生长，因此藉由水合性测定，了解水合性对食品的保存影响。由于 pH 值会影响微生物的存活，因此藉由 pH 值测定来了解食品的保存机制。在颜色表现中，食品色泽是影响食欲的主因，透过色泽分析来比较两者差异。因此，藉由 DPPH 自由基清纯能力来了解两者的抗氧化能力。微生物菌相表现，食品保存期间的品质与微生物有较高的关联。滋长在食品上可以赋予食品良好风味者称为发酵。传统烟熏是以产生的烟雾及热气将肉品熏熟，使燃料的香气附着于肉品上。因此，本实验将分析不同燃烧木材有哪些挥发性物质成分。盐度测定实验是为了了解钾盐作为部分代替盐进行腌制对于盐度值之影响，并利用盐度计进行测量。透过感官品评来了解族人对不同制成制作出的焖面及买沙马的喜好程度。